这个西湖元月闹百万，人称大善人，阁无简单。掌上明珠闹真娘，妇女庙是烧好香啊。风尘搬请闹元月，爬上状元楼的内底，落魄书生献文才，元月欣赏个笑嗨嗨啊！啊，小小个造句元月了解，有意做伊上镜台，约定明仔载，啊老和尚带伊来，啊来到老元月的府内，研讨诗文，你着知啊，你着知。老元月性格豪爽，伊除了吟诗作赋以外呢，嘛真爱鼓动。真是难得，这件事在不断高雅，而且空气又搁清新，格调嘛真高尚，使用气也真浓啊！元月，老师好，我的小女真学了李公主的诗，一时欢喜，也学一首诗，请李公主看卖。小姐的诗句真是文雅刺激啊，确实使小生佩服佩服啊！李公主，互老衲少看卖一下。写起真好。老元月啊，这第二句“灵犀一点通天涯”，这含义真起毛啊！老夫也看得出来，小女救风之意啊。不知李公主意下如何啊？这互我问到。李公主，元月啊，愿请将伊的小姐匹配互你，也唔知公主意下如何？小姐乃是金枝玉叶，元成不敢高攀啊。李公主，你过谦咯。老夫只干那一个查某囝尔，伊的娘亲自早就去世，老夫也无搁再续弦。我是惊讲年老寂寞，也唔甘互小女冤家，所以讲李公主若愿意，老夫只有一个条件，必须要公主入做老家。不知李公主意下如何啊？婚姻大事自古乃是奉父母之命，元成不敢擅自做主啊。
李公主客寄异乡，宽衣行事，这是应该啊。李公主啊，老员外吼，伊是爱财，才愿肯将伊的掌上千金匹配互你呢。你唔通搁提示啊啦，赶紧拜见你的岳父啊！这哎呀，赶紧啦！你爱去上家户口呢，你需要钱呢，前途要紧，赶紧拜见岳父啊！岳父在上，受小婿一拜。起来！谢岳父。明仔载是红豆节日，老夫就准备互恁两个完婚拜堂。恭喜员外，贺喜李公主！多谢。元老公公，明仔载你要来坐大位哦。一定。我明仔载要拜堂成亲。美勇，你爱讲耍笑。小姐，我无管耍笑啦。我前年有听到员外仔讲的，新郎官你捌见过一面哦。新郎官，我捌见过。是啊，就是迄金龙寺吼，甲员外讲话迄个李公主啊。奇怪，世间哪有遮荒唐的代志？小姐，我袂骗你啦。我看哦，迄书啊，甲员外一直甲伊苦讲几百步，伊才勉强答应的呢。小姐，明天是大喜哦，的日子，小姐你为何啊要爱比？莫怪迄个公主，你无介意。每样阮的心事哦，你不知，心事你不知啊。小姐，你有啥物心事？是毋是会用讲互梅香听？梅香，我袂用个假。小姐，这我知影啦，就是因为你是独生女啊，所以员外哦，唔答应迄个公主，互你招啊。梅香，你袂明白我的心事，我真的是袂用甲公主成婚的。